McKinsey 係一間世界知名嘅顧問機構，佢哋之前咧做過一份研究，就係分析一個員工平均要花幾多時間，淨係花咗喺揾資料度。咁我哋訪問完好多機構之後咧，得出結論咧就係平均每日係要花1.9個小時，即係話咧返5日工當中咧用咗整整1日嘅時間咧，淨係為咗揾資料嘅啫。嗱，就咁聽好似好誇張。我今年開始錄影咗好多關於 Manus 呢個 AI agent 嘅片啦。咁有一啲識咗我好多年嘅中小企老闆就問我可唔可以幫佢去改善下佢哋嘅工作流程。咁當我同佢深入了解嘅時候咧，發現原來真係揾資料係好花時間嘅。舉個例子，有一間公司咧係做物料嘅，咁佢個客戶報價嘅時候係需要佢隻物料係符合某一啲安全認證，而其實佢哋啲物料咧喺過去幾年咧已經做咗好多唔同嘅安全測試，即係已經有晒認證報告㗎啦。咁所以咧，嗰個同事報價之前咧就要抄翻嗰啲認證報告去檢查符唔符合客戶嗰個要求啦。但係好多時候咧，客戶提交嗰個安全認證要求咧係10幾20項嘅，咁變咗咧，個同事咧就要喺大量嘅文件入邊逐項嘅認證去抄翻嗰個資料入邊當中嗰一個嘅數據，然之後符合到嗰個客戶要求啦，先可以正式出報價。嗱，呢段時間咧，我見過唔同嘅公司，咁我發現咧，佢哋或多或少咧都係需要去揾資料、比較資料同埋填寫資料嘅。所以今次嘅影片咧，我會使用 Manus 去示範一下點樣處理。嗱，其實你唔使用 Manus 都得嘅，你用我上次影片介紹嗰個 Zoom Computer， 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嗱，開始之前咧，首先要明白個重點就係點樣令到 AI 容易去揾到你嘅資料。嗱，第一樣嘢就係你嘅資料最好擺落去一啲雲端軟件度，即係方便佢透過 API 嘅方式去攞個資料嘅。例如就係 Google Drive。第二，當我哋處理呢啲資料嘅時候咧，其實最好係變成一個有結構嘅格式化資料。嗱，咩叫有結構嘅資料呢？嗱，而家你望到呢一張喺 Excel 入邊嘅 quotation 咧，嗱，表面上 Excel 聽落去好似係一個有結構嘅文件啦，但係其實咧呢一種格式咧係屬於冇結構嘅。嗱，一個真正有結構嘅格式咧，其實第一行咧係需要有一個叫 header 位。舉個例子，以呢一個 quotation 為例，咁要填嘅資料就係日期啦，跟住呢個 quotation ID 啦，跟住 customer ID 等等等等。其實理想嘅情況下，我哋應該咧係要咁樣去輸入資料嘅。例如第一行嘅 header 係 date， 然之後咧就係 ID， 第二就係 customer ID， 如此類推。然之後咧數據咧就係由上至下咁樣去排列去。你要 AI agent 方便去做嘢咧，其實首先要整好嗰個格式。咁呢一份 data 咧，我哋又可以叫做 raw data。如果之前我哋使用 N by N 啊或者其他嘅工具咧，其實我哋係首先要建立呢個 raw data 嘅格式啦。然之後咧，我哋先將呢一行嘅資料咧搬翻落去呢一張俾人類望落去好靚嘅格式。但係而家嚟到2026年啦 ，AI 嘅技術咧好明顯係進步咗好多啦。所以咧傳統我哋要首先去整一個好靚嘅 structure 咗嘅格式，但係今日咧我哋可以直接去使用一個 unstructure 嘅格式，即係話我哋直接俾呢一張 quotation Manus 去睇咧，佢應該都可以識得自動去揾翻呢一格嘅資料去填嘅。例如 E5係日期，E6係 quotation 嘅 ID。如果佢要出 quotation 嘅話咧，佢會自動識得揾到 B21就係放第一個 item，B22係放第二個 item， 如此類推。咁喺個例子入邊咧，我就係會示範讀取呢一個 PDF 嘅價錢列表。咁你見到上邊有唔同生果嘅價錢、MOQ 同埋呢個 SKU ID 等等啦。然之後咧，佢就基於嗰個客戶要求，就喺呢一個嘅 spreadsheet 入邊咧，去出一個 quotation。嗱，要留意啦，呢個輸入同埋輸出嘅格式咧，其實都係一個 unstructured 嘅 data 嚟嘅。嗱，而家咧我進入去 Manus 啦，咁喺度我已經連結咗我嘅 Google Drive 噶啦。嗱，其實喺設定一個 skills 之前咧，我哋應該先測試下佢係咪真係讀取到個 data。喺左上角咧，我首先試下用一個蠢啲嘅模型，睇下做唔做到先。而家咧，我直接抌呢一個嘅 spreadsheet 俾佢，然之後咧就同佢講測試一下，看看你能否更改這 spreadsheet 上邊的日期做今日。嗱，如果呢一個最平嘅模型做唔到咧，我就會使用中間呢個嘅模型啦。嗱，喺度咧，佢已經更改咗今日嘅日期啦。嗱，我原意咧淨係叫佢改呢一個日期啫。咁點知咧，原來佢改埋我呢一個日期。咁喺度咧就證明其實佢
已經係可以成功讀取同埋去更新呢一個嘅資料啦。咁喺度呢，我暫停啦，然之後我還原翻呢一個 quotation template 嘅格式先。咁佢原本呢係咁樣嘅 DD-MM。嗱，跟住落嚟我就會試下俾呢一個嘅 PDF 佢，然之後呢就叫佢出個 quotation 啦。嗱，呢個 PDF 呢同樣係一個我定義為一個唔靚嘅格式嚟。舉個例子，呢個 PDF 呢分咗做兩頁。咁喺第二頁嗰度呢，你會發現佢冇咗個 header 位嘅，即係話如果你就咁而家望住呢個畫面呢，其實你唔係好知道3同埋2呢個數字係代表啲乜。你要碌翻去上邊呢，你先睇到哦，原來呢3呢係指個 MOQ，2呢係嗰個單價嘅價錢嚟嘅。嗱，咁呢啲嘢對我哋人類嚟講好簡單啦。但係如果嗰個語言模型太蠢嘅話呢，佢有陣時會誤解咗呢一啲嘅數字嘅喎。咁所以咧喺度測試嘅時候呢，我係會特登揀第2頁嗰啲生果叫佢測試一下。咁喺度呢，我就同佢講榴蓮同埋荔枝啦。我首先呢，就將呢個 PDF 交俾佢，然之後就同佢講：現在基於這個 PDF 入邊的價錢列表出一個報價，客戶名稱叫做 Peter， 公司名叫 ABC.com， 他需要購買20個榴蓮、30個荔枝。你需要在 spreadsheet 建立一個新分頁，發布這個 quotation， 然之後觀察睇下佢做唔做到啦。嗱，首先第一個步驟，佢已經成功讀取到嗰個 PDF 嘅資料啊。咁我而家對一對啦。佢就話榴蓮就係 F046，MOQ 咧係2個，單價咧就係3個半，產地就係泰國，係正確嘅。咁荔枝單價就係2個2，個 MOQ 係6粒，產地係 China， 係正確嘅。嗱，跟住落嚟咧，睇下佢識唔識得喺呢一個 unstructured 嘅格式入邊自動地出到一個 quotation 啦。嗱，而家咧我見到佢喺下邊就新增咗一個分頁，係有 Peter 個名喺上邊嘅。咁我而家點擊去睇睇啦。咁佢似乎咧就係填緊啲資料啦。你會見到咧佢好聰明地咧，下邊嗰啲預設嗰啲字，我冇刻意去講咧，佢自己刪除咗啲多餘嘅字。咁喺度上邊你會見到佢放咗 Peter 落去啦，跟住佢公司嘅網址啦。嗱，右下角呢個價錢係錯咗嘅，不過咧佢似乎係呢一個 template 唔知點解咧，佢預設俾咗一個100% 嘅 discount， 所以嚴格嚟講唔係個 AI 錯，係嗰個 template 本身嘅問題。咁呢個我可以再花時間去調整佢啦。嗱，整體其實我係幾有驚喜嘅，因為喺呢啲 AI agent 工具誕生出嚟之前呢，如果我使用 N/N 呢啲自動化工具呢，要處理呢一個 unstructured 嘅格式係非常之麻煩嘅。例如之前呢，我係需要標記晒呢度每一個嘅位置，然之後喺個 automation 入邊呢去 replace 嗰個標記。咁但係由於 AI agent 呢，佢係了解到呢一個嘅格式文件，所以佢可以直接去修改呢一個 unstructured 嘅格式。嗱，你可以繼續去改善佢啦，直至你滿意為止，然之後你就可以叫 Manus 去建立一個 skills， 然之後咧你將呢一個 skills 分享俾全部需要報價嘅同事去使用咧，咁每一個同事咧都即時可以慳到時間，就係叫 AI 幫佢去揾資料啦。咁如果一個同事每日慳1個鐘，咁5個同事咧每日就慳5個鐘噶咯喎。咁如果一個月返20日工作日，咁即係話咧一個月咧係可以節省咗100個鐘去揾資料。嗱，另外如果你有一啲 PDF 嘅資料入邊係非常多表格，啲資料係極度複雜嘅話呢，咁呢個時候呢 AI 係可能會閱讀唔到或者讀得唔好，我哋呢就會再使用一啲第三方嘅工具呢，係專門攞嚟分析呢一啲複雜嘅 PDF 格式嘅。咁其中一個叫 Unstructured.io， 咁我亦都試過另一個呢係叫做 Llama Index， 係專門攞嚟處理呢啲複雜嘅格式嘅。因為我哋人類肉眼睇嘅嘢同電腦睇嘅嘢其實係好唔同嘅，因為表面上都係一個 PDF， 但係 PDF 入邊可能係包含咗圖表，而嗰個圖表呢，實際上係一張相片嚟嘅。一個 PDF 入邊呢，可能包含咗一個 table， 咁有一啲 table 呢，你 highlight 嗰啲字呢係會選取到噶嘛，但係有啲 table 呢，實際上佢一張相片嚟嘅，相片實際上係 pixel 嚟噶嘛，咁所以呢啲工具呢係會自動 detect 如果你嘅 PDF 入邊係包含相片，去再用另外一啲 AI model 去 OCR 你嗰張相片
再回傳翻一個格式化嘅資料俾你咯。所以其實係可以好複雜嘅。但係頭先我示範嘅例子呢，應該喺大多公司嘅層面都可以應用到。嗱，最後節奏啦，我今個星期5、6會去到馬來西亞有2場活動。咁星期5晚呢，就係馬來西亞吉隆坡嘅 AI Meetup，今個禮拜6呢，就係馬來西亞嘅 AI Agent 工作坊。嗱，至於香港啦，下一場 Manus AI Agent 工作坊呢，將會喺5月2號星期6舉辦。咁喺呢個工作坊入邊呢，我同一時間會教 Manus，亦都會教另一個平啲嘅 solution 叫做 Zoom Computer。咁喺之前嘅影片呢，我都有介紹過噶啦。嗱，我成日強調用邊個工具去做呢，唔係重點，最緊要明白佢背後嘅原理。例如頭先你啱啱已經學識咗啦。嗱，表面上係一個 PDF， 表面上係一個 Excel， 但係其實當我哋要俾 AI 去處理嘅時候呢，我哋最好係先整理好一個佢會容易處理嘅格式，同埋我哋要諗方法令佢喺最少嘅 credit 情況下完成到每一個嘅 task。嗱，喺早一日，即係5月1號星期5呢，嗰個係紅一嚟嘅朝頭早，會有一個特別課程，就係講 AI 加 marketing， 係特別針對俾 B2C 嘅服務業嘅，例如係美容、保險、室內設計、裝修、教育顧問等等。嗱，導師咧 Eric 咧，過去係前必瘦站同埋 PCCW 嘅 marketing 主管，咁佢每日操作嘅廣告費咧係超過100萬，係相當之有經驗嘅。如果你想了解呢啲課程內容嘅話咧，歡迎點擊下邊嘅連結。咁希望喺當日嘅活動會見到你啦。